请收看花开正红时，花红花正圆。春天，又想百花满满是，南风吹来清凉味，蝴蝶伴花笑眯眯。恋爱的花蕊可爱，粉红清芳现娇美，又送心爱的人吐出爱情诗。你我伴相随。永远不分离，永远也是疼你的，真心真爱给了你。想百花满满是，南风吹来清凉味，蝴蝶伴花笑眯眯。恋爱的花蕊可爱，粉红清芳现娇美，又送心爱的人吐出爱情诗。你我伴相随，永远不分离，永远也是疼。真真爱给了你。哦，大叔啊，哦，你看两个滴滴答答咧，有讲有笑啦。哎，这无甲处理者哪会使啊？迄无啥，你就知影春花个性，伊人好啊，无啥物啦。哦，迄娘仔面做个无言头毛，啊，这边哪个？迄大概春花头长有手机管。手机？迄嘴笑个手机？搞骗！你莫是安怎？你莫是安怎？少年啊，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，真正代志其实无啥物通好生气啊，安尼知无？知无？知。干嘛去？为什么赢？啊，这个逻辑是要哪会对？我甲处理者哪会使？好你话，你甲巧，你想点办法了？早就准备好。这过来搞掉，卡成龟飞。受挫啦！受挫啦！啊，无用这，这好，这把那牵落哦，会闹震动。伤定啦！伤定啦！用这，几岁？头壳顶。可以过一道。尽量卖啦！尽量卖。春花啊！啊，你两个对来？娱乐区当然嘛会使来，我们比你较早来呢。啊，既然来吼，我就甲你介绍这个风景区偌水的呢。来来来，哪行哪讲来行。啊，咱这个湖的特色，迄水上的大门啦。啊，你看你看，哦，你看，伊哪有咧天色啊？无啊，无。有影无就对，无你哪行，我随后就来吼。
多谢你吼，没啦。互你。哎呦喂！孙女啊，你是感冒啊？哎呦，鼻啊痒痒，敢感着迄款呢？来啦，啉烧茶啦，休困者啦吼。啊，多谢你，歹势哦。没啦。你哪走起来？嘴巴不到遮来啦。拍起。我家己来啦。哦，你家己来。你也感冒啊？我哪有可能感冒？哦，我的身体用到敢若牛咧，自囡仔到即马吼，毋捌咧破病的啦。迄无人身体比我高。你意思讲你身体真勇，你就是安尼爱操蛋爱碰风啦。啊，你明明自细汉就三宝的身体，搁是咧外勇，啊，愈唱愈大声啦。伊自细汉的真外古锥咧呢，不管时哦，都咧臭头烂耳。人迄落好神来是一只呢，伊拢招规阵咧安尼啪叫哦。不管是咧看老母咧甲头面红啦，有且头到迄落粪狗糖长长的。啊，人是查某咧生查某，恁老母咧甲你头沙母偌好笑呢，搁包围巾安尼，你会笑死人，我无骗你。你嘛小拜托一个，你记唔着人去啊啦。迄头本我头是阮小弟啦，生查某是阮大姊啦，啊，臭头是阮大兄啦。你嘛拜托，我嘛咧破病。明明拢是你爱讲。这春女啊，你破病啊？感冒哟，来看医生行。无啦，毋免啦。啊，小可拍下就咧看医生，我甲遐好命。真正有遐歹命，参看医生的机会都无。我一礼拜嘛跟你讲，食好食，才得人听。讲咱才实在。春女啊，若讲到你哦，叫大舅真正有歹命，对。看到你安两酸我就知啊。啊，迄是咱煞肥啦，迄毋身体用啦，我咧讲啦。来，你放心，即马吼，我已经骗在你的身边，绝对有你过着好日子。食的是燕窝鱼翅，穿的呢是绫罗芳丝，出门坐头过时，逐工互你笑眯眯，啥款？听你咧讲过，我两个是听啊强要动的。啊，有影你咧？你安尼讲啊，袂输我真正要记你呢。哎，叫我即摆是咧落摆，论外表，医术我忝忝。我若看迄所迄落型吼，真正连续面貌3工。论心，我的心这么好，伊的心这就浓倒啦。看到咱两个咧好，虽然咧插在水底，拜托咧，这边鱼还袂着，我太会收水咧。啊无到时吼，莫讲带你环游世界，走入去西方，叫做世界报道啊。这件代志吼，伊绝对有阴谋，专案要甲你们两个谋杀的，对不对？谋杀？马先生，你千万唔通我白讲咧，传长伯啊，唔是即款人啦。嘿，我若话白讲，伊根本就是迄种人啦，新闻安尼想啥安尼做啦。好佳哉是该无出人命哦，啊若出人命，伊要安怎解决？你讲？这嘛是有影呢。伊即摆安尼有较过分咯。本来就是。准我要创治，我嘛唔是即型的呢。伊真正是清水呢，啊，甲我咱咧请落去，啊，毋多阴时要安怎？对啊。哎呦，阿弥陀佛咯！啊，毋好佳哉吼，我桂林太现呢。哎，阿俊啊，你太贤受的啦，紧来甲我救。啊，若无吼，我真正会死甲安尼不明不白。哦，那你即款人啊，实在袂用的，愈想愈气。我要来甲伊理论啦。我听你。你传长啊！你莫甲我叫船长嘛。啊，你今日开始哦，我袂甲用牵连啊啦。对，那我听你。啊，不爱叫船长是要叫啥啦？后摆哦，叫我春花阿姨啊就好啦。好啦，春花姨啊，你莫去找船长伯啊啦，伊安尼做，我相信伊无歹意啦吼。哎呦，无歹意就甲我请落去安尼，啊若有歹意咧，我10条性命嘛无够死。对啊。我要来找伊理论啦。春花姨啊！我嘛要找理论，歹势。船长伯甲船长哪会变安尼啦？啊！笑！你即摆是咧甲我吹啥？你甲我行烟天了啦？有遐大堆烟枪哦，我咧行咸猪肉啦。哦，肥哦，哎妈啦！顶大手，春蕊啊，你来啊？船长嘛，在地啦。你后摆莫甲我叫船长嘛，我歹听。我叫船长嘛，啊要叫啥？你真简单，叫伊阿正寿啊。你阿要像你讲这个什么意思？哎，我讲这唔对哟。春花啊，已经准备要甲你离婚啊啦。啊，若甲你离婚，当然嫁予我阿俊啊，对不对？叫阿俊说我唔对哟。你
你照看型啦！你明明知影春花袂晓收水哦，收真无法甲伊敲在水内底，你这明明是要无杀！你嘛有袂讲哦？哪有你后白讲？无这敢无影去哦？你唔承认哦？你明知我袂晓收水哦，你为了要增加你家己的机会，你无讲我会收啊，你甲我扯落去。我甲你讲哦，好佳哉是我的性命太软了，若无早就17两翘翘啊啦。你哦，人若好命的人早就做阿公啊啦，这款代志哪个做会出来？春花啊，莫这边大手啦！啊，这代志哦是我甲好你们两个出主意啦。对啦，拢是阮两啊。啊，无这边伊是要马相啊，你得出款主意，嘛是因为伊讲出来的啦，拢是你唔对啦。啊好啦，拢我啦，啊无是安怎哟？哦，啊无你即摆这是啥物口气啊？你家己做唔对呢，啊无你歹相。我歹相，我歹相，家心内有数啦。我讲哦，今仔是因两个高正话，我才做，无我才袂瘾啦。你，我无啥爱甲你争，你若要争哦，不去啦。这款话你讲会出来，你真无正爱甲伊争，你的争我是真袂记的代志。你甲我当作笨手，要爱叫人不去。春花啊，莫生气，伊甲你当作笨手，我是标准的笨手车，我甲你车等来。啊，对，收笨手时间到啊，来请。春花啊，啊，可怜啦，人是甲春花当作金柑仔粉呢，你是甲当作笨手。安尼好，我敲笨手时间来到啊，我要你敲笨手吼，歹势。以后你想要爱笨手，你也无啊啦。哒啦啦啦，哒啦啦哒哒啦啦啦，哒啦啦啦哒啦哒哒啦啦啦。笨手吃，笨手烫。传长伯啊，你安尼吼，传长某一定要甲你离言啊啦。离言就离言啦，无咧稀罕啦。有影这通讲呢？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伊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满心。啊，你可以来这读册哦。对啊。真好，真乖。你若姊若知影吼，一定会足欢喜的啦。毋过，我毋知阮阿姊今仔什么所在，我是来做烦恼的。你即马烦恼嘛无较大，人警方已经真认真的甲咱斗找啊，希望真紧会当有好消息啦，吼。啊，你即马要去倒？台湾啊，我要倒来。时间还阁早早，陪我四界来行行的好无？你倒来。来踅街，踅街行啦，吼。这件的衫裤吼，我看拢真香，有合你少年仔穿，我看卖一下。阿强啊，你无来甲看卖？这重领的足古锥，拣一领，阿姨送你。船长嘛，我衫足济，免搁买啊啦。啊，哪会免买？那就是我要买互你的啦。我的好意你无甲我收起来，我紧来拣一个，拣一个，我拣互你啦。你拄来甲看真领吼，啊色地阁真鲜艳，袂歹看，我甲你配好势啊。拣无啊？配看卖啊，应该是会下啦，吼。船长嘛，多谢你呢。会下输上好啦，袂下输吼，再过来甲伊换，好好。阿强啊，你来比看卖者。哈，你真正收货啊，我唔敢穿啦。毋是要买互你穿的啦，我是讲你比啊，我看卖者啦。有影足花就对。啊那安尼哦，真正有下阿俊啊穿。哈，你要买啥互你参加穿哦？我想要对遮好。我哪会要紧？人伊对我嘛袂歹啊，买一领衫互穿，哪有甲值？伊讲要甲我求婚呢，我实在等下头家包起来。啊，头家啊，安尼做叫我。哈，要甲你求婚哦？但伊迄样个，敢要看的？鸟话。他有可能，春花会甲伊做订婚？我嘛真实的，啊骗你敢会好囝？阿强，你哪知？船长嘛亲嘴甲我讲啊，佮买啥互你参加穿咧？啥？搁买衫互伊穿哦？系啊。哇，这嘛伤咸啊呢！是相买啥相亲啊？啊，传长嘛哦，
无啦无啦。恁大家敢若毋知咧变啥梦，有话毋敢甲我讲的款哦。来，恁讲啊。来，好你，你讲咧。啊，船长嘛买水衫啊，去互鸟买阵穿啦。而且哦，因搁要订婚啊呢。你讲啥？孙女仔甲娘仔要准备订婚？对啊。大叔啊，你莫烦恼啦，我是伫遐咧想啦，我看是春花啊，挑人甲你刺激，伊哪有可能甲伊做订婚啦？吼，对啦，村长伯啊，村长嘛毋是一个凊彩的人啦，一定要刺激，你毋知安尼做的。刺激！我刺激敢是还阁无够俗。当然嘛无够啊！你想看觅啦，当初你走回路，你互伊找的时阵，伊心肝偌艰苦，你敢知？你不但互伊找无啦，阁误会伊啦，无怪啦。无怪春花哦，还不点尿车弯啦！你别讲我唔对就是啦。本来你唔对啊！拢怪我家己。我若要欠一身负债，就无这代志。村长伯啊，你的欠人钱嘛是咧错别用害啊！认真讲起来，嘛是因为我王家较引起的，是对你做歹势。这种过去啊，我无怪你。你虽然无怪我，啊，毋过我对你袂得过啊。村长伯啊，无论安怎，你莫甲村长嘛分开啊无？是啦，唔分开，毋是我讲唔就唔啊。我若有才调，唔免坐遮吐大气啊。村长伯啊，村长嘛一定甲你激气，毋才甲你参加我订婚嘞。你要紧主动嘞，啊若无，假戏真做代志大条安尼。船长伯啊，啊，如果无唔对啦，爱甲动开。莫搁这个那个啦，莫搁考虑啊！你若搁考虑哦，你甲春花的团圆哦，我看是哦，火烧锅寮全无望啊啦！是啊，村长伯啊，勇气起出来，我才会挺你去，挺你。好，咱来去。什么？恁专工要来阻止我和青仔船订婚？是啦，船长，阮四个人哦，专工要甲你主动啦，莫做唔代志啦。春花啊，婚礼是终身大事啦，是一世人的代志呢。你无必要为着一口气哦，去嫁予一个你无爱的人啦。是啦，村长嘛，即摆村长伯是真心要向你忏悔的嘛。伊也真后悔尽量走你局，啊，毋过伊嘛有伊的苦衷啊。苦衷？但伊是有啥物苦衷？公堂误抢以上的查甫囝，无勇气通啊承担失败，拄到困难就用刀片的方式，即款人我想要怎对伊食清啦？对家己无信心，佮敢误会我甲人不清不白，我袂当谅解伊啦。春花啊，啊大舅较早误会咱两个啦，啊我即摆误会哦，解说清楚，伊嘛了解啊，对无？即摆伊了解，我袂了解啊。春花啊，以前我误会你甲公园哦，迄是小可代志。最主要吼是我无互你对我吃苦吼，毋才安尼做。我互人误会，你当然嘛小可代志。讲到遮尔好听，无爱互我对你食苦，我对你毋捌食苦哟。你是出世就做船长啊哟，敢毋免咱即个做某的踮后壁一票一票拜托，看到电报听嘛咧讲拜托拜托。你袂记你较早少年时代咧创啥卖青蚵的呢？我袂输敢若青蚵啊数咧，逐工对你咧乌青蚵，乌到一双手流血流滴，无艰苦哟。有艰苦。无想讲家己目睭细腻，看人袂清楚，交甲什么朋友？计你头一年你就去互你上好的朋友倒回啊啦！一个倒10外万呢，10外万你收出偌大钱，你敢知？咱就对你来，咱来做小工，你来做物仔做，我敢有对人走去？无对人走。讲要去对人讨海掠鱼，我著出面去甲人杀杀照照，照来的鱼仔船你是掠到什么鱼？袂情袂鱼仔船就变过啊啦！敢毋免咱就爱负责去害人？迄阵你遐尼济节目，毋是我甲你斗阵拖斗阵去，你是安怎度过？也搁有啦。好啊啦，春花啊，你愈讲哦，我愈见笑。莫安尼啦，这拢我误会你，我毋好啦，对我来转好无啦？袂啦，你即摆才要回失嘞，袂付啊啦。袂有啊，即句意思是，春花啊，敢讲你要甲青仔船订婚哟？船长嘛，你哪只糊涂啦？你是正青啊呢？你真正要当做花仔互搞？哈，要做伙要互我搞，这种好报喜啊！村长嘛，你千万毋通冲动咧。你就毋定甲做代志要有理智，你即摆做无理智的呢？对啊，春花啊，拜托的啦，莫搁赌气啊啦，吼，甲大舅讲好啦，好无？拜托的啦，哈，你转去啦。好啦，春花啊，
拢是我唔好啦。即摆你也对我转去吼，你要叫我做啥，我拢替你做。无啦，来转来莫生气啦，长腿姐姐，去甲搞毋知安尼。对啦对啦，好啦陈长嘛，好啦。来者啦。小哥呢？我来啊！歹势嘞吼。春花啊，我实在足感动的。想要到阮这里一人咧甲你考验，你也是坚持要甲我订婚。好佳哉，我早就传咧等你啊！春花啊，你看卖，当当当当！啊，全招手指。即卡10几万啊，尔啦，这是咱订婚的用的。等咱结婚时阵哦，我想要买一间较大间的。啥？15万，搁尔尔。我看吼，迄玻璃做的啦，假的啦。啥物咧假？你根本就毋捌买过全石手指啦！春花啊，手伸出来，你创啥？来啦！我手指啦！哎，顶来顶来哦！大家拢有看到哦，拢做证人哦。袂用的，咱是咧讲啥物？哎呦，免白啊啦！即甲手指，我你手会真水，嘛真舒服。我是真见笑。莫讲即世人啦，我可能后世人都无度要选择互你挂。这生仔阵咱各方面条件当拢比我较好，我无度甲伊比。祝恁幸福。春牛妹啊！哎，大姐，春牛妹，大姐，大姐，春花啊，你实在有够糊涂的咧！未婚妻。春牛妹啊，遮尔晚你还未困？困袂去。你是有传长嘛代志吼？春牛妹啊，其实你嘛应该看得出来啊，传长嘛，并是真心要甲伊参加订婚的，你也有希望啦。你是毋是真心要嫁伊家船哦？这毋是重点，重要是讲家船是毋是我度互伊过的好日子。唉，这个事实嘛证明讲伊有法度啊。春牛妹啊，钱毋是上重要的，翁仔某做伙上重要就是感情甲信任嘛。你袂当因为迄个参缴一笔较济，你就甲传长嘛让互伊啊。我知我安尼做哦，是有较无志气。我的心情你袂了解啊，就是因为我对春花的感情太深了，我才会安尼做。伊对我真苦规半世人，我免互伊继续对我真苦落去。牛妹啊，你即句话有意思我知影啦。你还阁少年，你毋知影，才拄着你才会知。你的心情我了解啦，春牛妹啊。好啦，去困啦，我安怎做我家己知。大树，你即摆是咧创啥物？你是咧想我，也是咧气我？你敢真是困会去？好好样啊某，哪会变甲安尼生？哎呦，阿强哦！啊，你是安怎咱毋读册，走来遮要创啥？啊有代志调工来啊！啊，有代志你就敲电话来就好啊。无喏，即件代志一定要亲身甲你讲开用一下。是啥物代志？我要甲你讲传日本的代志。你囡仔人读册较要紧啦，啊，他家己大学毋知考会调啊，袂落毋知，你插别人翁仔某代要创啥？村长嘛，我看村长爸为你这么痛苦吼，我拢无法度专心读册，啊，是要考大学啦。哪会伊痛苦？敢讲我就袂痛苦的哦？啊，你哪着母狗，互恁两个这么痛苦？毋是我母的呢，是伊先对我绝情的啊！你无看伊，不但四界走互我弱，为着小可代志尔，就讲要甲我离婚。对我讲话的口气，你嘛是有听呀？
甲我当作粪扫，讲爱的人做伊不去啦。倒一个查某会堪要人安尼三番两次请甲死？我是因某呢，我感觉对伊安尼我就无价值，我就唔值的啦。春英嘛，你有春柳伯付出的，我拢看在眼内，我拢足尊重你的，你袂唔值啦。是讲吼，你甲伊的田桥行做伙，安尼比较较人批评，到时就真正唔值啦呢。我是甲伊超工行做伙的呢。你想看觅，阮遐尼久的翁仔某，哪有可能话离就离啦？我是唔管我讲伊对我安尼，我听我找机会，要甲伊使一下圣地啦。我想若捌伊的心会倒转来，拄着迄个青仔船啊来找我。我想讲正拄好啊，将计就计，我着利用伊，要来刺激大手的。想袂到，代志煞舞到袂收山的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安尼你心肝内佮爱春柳伯啊？安尼讲起来，迄个田间就够衰，去有人利用伊，有够紧头影。啊对，我紧来甲即件代志讲春柳伯知影。袂用咧讲的啦，袂用咧讲。我想要袂用讲。袂用的啦，即摆代志舞到安尼哦，我嘛煞毋知影要安怎较好。我是咧想讲，我应该爱较有诚意的，找一个机会好好甲大树讲个清楚。尤其对迄个青仔船的，我应该好好甲回七个才对啦。啊，若无，我会当时去伤害着两个查甫人，你敢知？哦，啊，是要等到当时啦。我即嘛无主张，啊，毋过我一定会想办法啦。阿强，我是相信你才讲互你听呢，你是千万莫甲我讲出去哦。放心啦，我绝对袂讲出去。就是安尼哦，我就咧想，传你嘛，你哪有可能去爱着迄型的？免费你是咧讲？我真正是即型的，伊行路拢是安尼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予我有一天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满心。这甲手指，我你手真水，嘛真水，我是真见识。莫讲这世人啊，我可能后世人都无度要选择互你过。这青仔船安尼顾面条件当拢比较较好，我无度甲伊比。祝你幸福。大树，你真是遐尼绝情，遐尼简单就要将我量当有别人？你敢毋知影我是咧试探你的？你的爱情遐尼无坚定，你已经袂记了以前咱迄段同甘共苦的日子。红妹啊，你知影我若无你，我会死的。大树，我逐摆拢爱甲你冤家。其实你这个无伫，我规个心肝也足艰苦的。无你我嘛会死。我知影即摆拢是我唔对啦，拢是我食错。也毋过我会食错，嘛拢是因为人。你安怎？你爱我对无？是啦，是啦。大树，其实我是足甘心的啦。你身躯受遐尼重的伤，你可会记得是我的身躯，专工走遐尼危险的所在。咱一个会散过。
电话才过来啦。春花啊，我关心你啊，特别来看你了。多谢你啦。春花啊，你是毋是因为我甲你求婚，你无想要叫啊？你艰苦着？哎呦，免艰苦啦。虽然讲我送你手指，嘛毋是表示讲你一定要嫁我，对毋对？你放心啦，你若无想要嫁我，我袂勉强甲你娶啊，免烦恼啦。有影无影？当然嘛有影啊。春花啊，虽然讲我足想要娶你，两个人吼恩爱爱过后半世人。毋过我看会出来哦。虽然讲你甲大树咧结气，有爱才有结气啊，无爱你就无气啊嘛，对毋对？放心啦，你来想看觅，假使我若勉强甲你娶起来，吼，以后日子就无飒飒。你来想看觅，我爱你，你想伊，伊搁分我，三人日子免得过啦，我袂勉强，你放心啦，好。好啦，免讲遐尼济啦，明仔载透早。你直接要找大树啊！两个人当面讲清楚，切落好势，代志就解决了嘛。你要叫我去找伊哦？对啊。我就不爱咧。春花啊，你的个性自以前到即马拢无改咧，安尼硬动动、电酷酷啦，你嘛放较软咧。你这个个性吼，袂输啥？袂输人啦。我知影你意思是咧讲我个性硬啦，毋过这个我的生活袂改啊啦。若讲山可改性难移，成条咧骨，身下嘛袂落，我都改袂掉，啊，无变安怎？你若无改，翁仔某就袂好好啦。要改真简单啊，伊若打硬，你就放较软咧，伊若放软，你打较硬无要紧啊，代志就解决啦嘛。我袂晓啦。袂晓嘛，不甲会晓啦。你来想看觅，全世界翁仔某若像恁即对安尼吼，法院业务就办到无煞煞。迄若要离婚的翁仔某送一件去法院，都要办3年。4年若较短吼，办下来吼，真个人错掉伊。阿准啊，你做人是还是足好的。我本来是咧烦恼讲，我若辜负你，你一定会足生气的。想袂到你搁颠倒转来安慰我，我毋知要怎甲你说多谢。哎呀，大家拢老朋友，要说啥物多谢？那咧讲吼，爱是牺牲，毋是占有啦。我若看你甲大树啊，会当温暖爱的过一生，我想要做欢喜啊，对不对？多谢你。哎，免客气啦，搞毋食呢，目屎搁要停落来。祝福你幸福快乐，再会。志强，互你应该好好保重。像怎样嘛？玲玲哦，哈你甲我载，你请假真济，是要去倒啦？我是要叫你去食早顿的啦。毋免安尼功夫啦，我袂赴啊，要来去找大树啦。你要去找川柳伯哦？那安尼哦，你更加爱食，爱食好饱，安尼毋才有气力，甲川柳伯冤家。我当时要甲伊冤家啦，唔讲。做哪嘛？五早。食早顿了未？哦，阿伯，还未啊？哦，你透早就看这堆报纸，还是在看啥？无啦，我着伫咧找迄个，我找人的 case 啦。哦，找人的 case。嘿，是毋是恁咧讲迄个树苗代志？对，我来倒水。哎呦，是阿准啊？啊，你遐较早就来啊？对啊，春来啊，较早。
像这个精神准备要出门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村长嘛，要去看村长伯啊，已经决定哦，要甲伊和好啊。安是对啦，阿母毋是冤死人，应该温文爱过一生毋才对。对啦，你若拄到大手啊吼，替我甲伊问好者。知啦，多谢你哦。马仔，我是真想祝福因了。嘿，袂啦，我袂讲甲村仔高甜啦。对啦对啦，其实哦，你真正无应该介入别人家，人是出来讲无真正办离婚哦，会当鼓励婚外家庭。哎呦，好佳哉，我写得太厉害了。真是。不然记太来咧，我现在我就起上嘛。对对对，哪呢？是咩啊？我要将我送回你的塑料手机哦，当做恁阿母永远的纪念品。啊，真是的哦。哦，世人钦佩，尊重尊重我嘛，真钦钦佩佩钦佩。你若无钦佩，你就唔对啊啦。对啦，早顿穿好啊，食早顿啦。好，无你先去食，我等下来。好，好啦。行，到进来。无啦，有话要甲你讲啦。算唔知影这项要害你，讲的。哎呦，贵爽爽。无啦，我都讲过啊，要送互恁阿母纪念品了。袂用的啦，纪念品爱看款物件，这遮尔贵重，我袂用去收啦。这若去互大手啊看到，这世人哦，心情会就郁卒的。啊，毋过我提这也无效啊。哎呦，那会无效啦。等你的个性花花啊，按这个大门出去，难免就搁去拍妹妹啊啦，哈入去啦。你真是甲我吐槽。啊，你就有影，来食饭啦，行。好啦。Are you a cook bear? And I'm Miss Talik Habibi. Habibi, very good, very good. 你是啥念嘛？袂晓念嘛？梅咧滚，梅只滚好尔。唔是梅咧滚啦，我是在练英文，非常好，叫 very good。哦，哎，very good。你是在讲啥啦？我要来坐大树啦，伊还搁咧困哦。谢船长伯啊，啊你唔是要叫我鸟标准啊？啊谢船长伯要创啥？对啊，春花啊，你足无意思的呢。迄鸟尾就是对象比大树较好啦。啊，你何必着？我哪有可能要嫁互伊啦？我是咧甲伊讲笑的啦，所以我即摆超工要来找伊，甲伊回失礼啦。真是的哦。哎，very good，哎，教练，你是跳岗的哦，变去啦，来兄弟。咱皮包你弄到到底会变过。好家的我拢袂去。你哦。船长嘛，代志满啊，代志满啦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心。船长嘛，代志满啊，代志满啦。船长伯哦，面皮小小呢。是咧讲啥啦？无啦，啊唔知走倒去啊呢。啊是去倒啦？啊我后知，啊伊就老这样做啊，甲录音大。啊，那个变就出来啦！听讲袂你讲啥？我起来，紧来，准备卖烦恼啦，先坐啦，先坐啦。春花啊，你听到这个录音带的时阵，我人已经离开了，不但离开你，也离开所有关心我的人。过几天啊，又搁是咱的结婚纪念日。你嫁我120年来，今仔日我要甲你讲。春花啊，你是我这世人唯一爱过的人，我真心爱你，疼你，想袂到我坚定的爱情，煞不如一粒石头的囝。算少，我是无食条买互你，也毋过我互你是我规粒爱你的心。既然你已经决定要甲我分开，讲伤济嘛无较做，只有送你迄条你上爱听的歌。看着梦。目眶红，破甲这大空，想袂补，无半项，啥人知阮苦痛？今日若将这来放，心愿无希望，为着
前途渐我芳，找家是补破梦。春花，祝你幸福快乐。想歹啦啦，是你吼传酒爸面头前，才想咬买一个手指啊。传酒爸哦看破，才会离开，你家己小心。春花啊，莫讲大手袂堪的，一般的男性哦嘛挡袂牢啦。我嘛袂堪的，我嘛袂堪的。我就是知影我咧甲创治的啊，真情就世界走我了。我想伊会创治我，我慢慢甲伊创治倒转来，哪会知影对伊伤害安尼大？我毋是这样办的，我毋是这样。春花啊，牛嘛，你莫阁伤心啊啦，先想看卖，要安怎解决这件代志，好无？对啦对啦。但即摆人已经走去啊，是要安怎解决？当我亲像伊唱的这首歌，阮两个哪会变甲呢？无破梦，愈步愈大空。多谢你，多谢。打一杯，我等，啉啦。哎，阿妹哦，当市集的。这摆闹热场面，这款笑声，当时才阁听得到。10点风头遐吼，啊慢不是吼，来紧啦，过入来歹啦。哟，啊，我哪会无去想到啦？人伫咧讲叫你莫砸迄风头，赶去办公桌遐食，较会讲话着。嘿，啊无你是无听伊哦？哦，无啊，你是臭伊人哟！我叫你旁去办公桌遐食，你是袂晓听哟？你是咧起笑的哦？我干嘛互你泡，你咪嘛要甲你分开。春牛伯，你今日甲钱还我，拜托，你莫开啦，你开我你不要吵到我钱出。大舅。代志拢是我领出来，我知影我唔对，我甲恁分析的啦。代志拢你领，我你领。嘛无啊，以后人上好啦。
知我有外伤你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泪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满心。今日若将这来放，心愿无希望，为着前途渐我旁，找个是补破梦。大树，你到底在什么所在？你敢不知我就思念你的心？春花啊，春花啊，莫哭啦，有才调，较有大手看啦。你无听人咧讲，一支目屎是比一支刀较利呢。你毋着用你的目屎，甲大树的心看流流到嘴炎炎才对。你安尼是撩着我呢？冷冷的雨，亲像是无意义的闲话，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，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假假，两年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完整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完整。免讲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我有爱过。